再来看这台南安平开台天后宫呢，是来举办上香山迎妈祖的活动，这现场是安尼热烈滚滚。也毋过也因为这半暝啊炮啊声甲烟火是放袂停，这也引起在地居民的不满。环保局是来接到28件噪音的陈情，会追查违规的单位，到时就会依法开罚。 暗暝烟火一个接咧放，确实有影水，声真侪人来斗闹热。台南安平顶礼拜是4年一冬上香山迎妈祖的活动，虽然这个活动互人来做无形文化资产，不过其他暝煞有未少民众反应真歹困，主要因为其他暗时到期7半暝，真侪所在咧放炮，其中大平路甲东平路这搭停车场烟火放袂停，民众认为明明有规定，干呢交叉无该妥当，若实际登去现场，涂骹烟火客啊规大堆。 这次是100年嘛，哈，100年的那个热闹，当然是，我们是支持的。那因为2点多还有放到鞭炮的话，就是会影响到大家，那扰民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。热闹也是很支持这个活动是没有错啦，但是隔天要早起哦，要上班，然后小朋友也要读书，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太晚了啦。 面对民怨，安平开台天后宫嘛出面回失礼。美方坦白讲，伫半暝听到炮啊声嘛错一条，因定听这回绕境规模真大，有40外顶高背景成叫来参与。不过礼拜进前，拢有宣导优质庙会文化，甲绝对唔通半暝放炮。这噪音哪像是有功，也是信众自发性的行为。不希望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活动啊。这样一搞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又要背黑锅了，所以我们也是支持。 这个开罚单。本案后续将依据民众所提供的检举资料，移送各权责机关依法裁处。根据市府统计，活动期间尚无接到28件噪音陈情。市府强调，但是对烟火有严格时段管控，部分也是放外挂无咧插规定。环保局目前咧收集相关事证，到时会依法开罚。到底办法伫保存100年民俗文化，甲维持都市安宁之间来达到平衡，已经成做市府甲国境庙宇爱面对的课题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